来关心民生消息，最近若要食蛤蟆，可能要加开淡薄仔钱，因为天气的影响，饲蛤蟆业者讲啊，这蛤蟆上惊落大雨。若是讲落大雨了，又搁雄雄出日头，对影响伊的生长，就是袂大，伊的产量会减少。像即马，价小已经比去年同期起50几箍，一斤要140箍，实际到菜市行一抓120箍，敢会使买到差不多25粒的蛤蟆。 蛤蟆起价啊，一斤的价小比去年同期是加50块，起到140。一甲地当中可以收回家超1万几斤，至2万斤啦。啊，今年的话最好的伫5、6千斤就算足好的啊。蛤蟆上惊大雨，即阵啊，这落雨搁出日头，天气无稳定，影响生长。实际来菜市啊行一转，看这价小安怎卖。 有较大粒的，嘛有较细粒的，价小拢无共。这大粒一点卖120块，只会当买到25粒。阮这是养殖的，所以无起遐悬。啊，若海放伫海，迄就是可能就是雨水多啊污染。这蛤蟆面同款是圆圆的蛤蟆，价小无变，头家娘家己吸收差价。那成本大概多少？多，超有1倍或2倍差不多有啦。蛤蟆的价小得看天气。 若是刷来天气拢一直无稳定咧，这起价情形可能会到这中秋节。